逗號和我們的上帝報仇的日子。佢並冇讀出呢一句，點解？佢第一次嚟到係耶和華悅納人的禧年，報仇嘅日子將會喺2000年後發生，嗰個係未來嘅事。喺嗰件事發生之前，佢要將所有得救同被佢嘅血洗淨嘅人提走，然後報仇嘅日子先會臨到地上。阿們，你睇到嘛？兩句之間有一個逗號，後面提到報仇嘅日子，順帶一提，1年比1天長。所以我哋應該感到高興，恩典時代有2000年，苦難只有7年半。點都好，你唔會喺地上仰望，而係喺天上俯瞰地上嘅苦難。世界上嘅一切變得越來越黑暗，而教會越來越光亮，啟示越來越大。Amen。我哋對耶穌嘅愛越來越強。讚美上帝，重點在於耶穌。大家跟到我嘛？換句話講，耶穌冇繼續讀，因為佢第一次降臨係為咗恩典，並唔係為咗向嗰啲叛逆上帝、行各樣嘅不法之事嘅人報仇。佢來到唔係為咗報仇，而係為咗施恩典。佢為我哋嘅罪死在十架上，足足2000年。上帝好有耐心，唔好藐視上帝嘅長久忍耐。彼得喺書信中告訴我哋，喺末後嘅日子，有人話佢幾時嚟到？佢幾時嚟到啊？彼得藉着聖靈說：你唔好藐視佢嘅忍耐。佢之所以等待，係因為佢唔願意有人滅亡。但有一日，上帝說夠啦 ，Amen。上帝必差遣耶穌再來。呢一次，佢從口裏呼氣。聖經告訴我哋，一把劍會從佢口中出來，並消滅敵基督者。我哋要喺地上與他一同掌權 ，Amen。突然之間，我哋而家好重視嘅嘢，似乎都變得唔再重要。我好高興，我有奉獻時間服侍耶穌。你唔需要全職服侍，但要確保上帝係你嘅首位。你要服侍主，時間無多啦。唔好成為彼得講嘅嗰啲藐視上帝嘅人，總係問佢幾時嚟到。All right，彼得喺信中提到，在末後的日子必定有好譏笑的人出來。而喺呢2000年裏邊，因為恩典，翻到申命記30章，申命記30章 ，All right，我今日把生命和福樂都擺在你的面前了。呢句經文嘅 Gematria 構成2014，生命同福樂。記得我哋睇到生命和福樂出現喺邊句經文啊？著名嘅詩篇34篇。At all times I will bless him. His praise will be。嗰段經文，詩篇34章說：孩子們，我要教導你們敬畏耶和華。詩篇34篇，誰喜愛生命，愛慕長壽，享受美福？睇見呢度嘅生命和美福嘛？彼得喺彼得前書3章引用呢句說話：凡希望享受人生，要看見好日子的，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，嘴唇不說詭詐的話。奇妙嘅係《申命記》30章說：這話離你很近，就在你口裏，也在你心裏，全都和你嘅嘴有關。Amen。如果你話呢個將係糟糕嘅一年，要謹慎。我哋喺新造教會學習咗呢一點之後，我哋而家可以使用我哋嘅話語說：福樂就喺前面。我中意咁做。如果有啲人以前聽過我咁樣做 ，OK，all right，算啦，唔好理我啦，留心。好日子，而當仇敵嚟攻擊你嘅時候，以弗所書6章說：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，使你們在這邪惡的日子裏可以抵擋得住。好日子係複數，邪惡的日子單數。你被攻擊嘅時間好短，但你嘅祝福係長久嘅。邪惡嘅日子係單數，而好日子就有好多。有幾多人想講 Amen？ 用你嘅嘴説話，心裏相信你，弟兄姊妹，將讚美同榮耀歸於耶穌。All right，讓我哋邁出呢一步。All right，我想同你講，你必須明白呢一點。我哋嚟睇睇哥林多後書6章。上帝說：在悅納的時候，我應允了你。冇錯，我要俾你睇呢一個。耶穌說：
我來是要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。你哋記得幾年前嘅主題嗎？悅納人的禧年，上帝嘅 Dead Talks 之年，記得嗎 ？Alright， 翻到路加福音4章，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。希臘文中就係 Dead Talks。Alright，Dead Talks 根據希臘學者 Taya 嘅説法 ，Dead Talks 嘅定義係滿有祝福的時光，救恩同上帝白白嘅恩惠，充充足足地充滿。太好啦，係咪 ？Amen。Dead Talks 係滿有祝福嘅時光，唔係一段普通嘅時間，係滿有祝福嘅時光。救恩同上帝白白的恩惠，充充足足地充滿。我哋仲喺呢一個季節裏邊，我哋仍然處於恩典嘅時代。你睇下，如果我活在舊約，我會大力宣講律法，但我唔係。大家聽到嘛？如果我同耶穌一齊翻嚟，我會宣講上帝的復仇，勸人敬畏佢。但我唔係，我正處於蒙上帝悅納嘅日子，已經過咗2000年時間，所以要清楚你嘅教義。有啲人想宣講舊約，咁佢哋不如翻去揾耶利米同埋以賽亞啦。唔係咁樣嘅，有啲人話你哋呢啲相信恩典嘅人，從唔會宣講舊約。抱歉。我大部分嘅教導都係從舊約而來嘅，係希伯來文。OK， 跟到我嘛 ？Alright， 睇睇呢一度，翻到哥林多後書6章，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，喺 Dead Talk 嘅時候我應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 Soteria 我幫助了你。看哪，現在就是悅納的時候，現在就是拯救的日子，所以請留意。寫信俾教會嘅時候，教會已經進入咗 Dead Talks 之年，所以保羅嘅意思係我哋正處於 Dead Talks 嘅時間裏邊，滿有祝福嘅時光，上帝白白賜予嘅恩惠，充充足足地充滿。你唔需要等到某個時刻先能夠得到醫治，你唔需要等到某個季節先能夠蒙祝福，唔再有等候嘅季節同時刻。Alright， 喺上帝睇嚟，而家就係 Dead Talks 嘅時候啦，而家就係拯救嘅日子。現在嘅希臘文係 noon， 意思係當下。現在係你蒙醫治嘅時候啦。所以有啲人認為，平牧師，冇人知道自己嘅罪係咪已得赦免，直到佢哋時候到啦，臥病在床，準備要回到主懷。我為你感到難過，你根本冇讀聖經。事實上，你喺度反對聖經。聖經說，每當你睇到罪得赦免嘅故事，聖經總係提及耶穌對嗰個婦人說：你嘅罪得赦免啊，係現在式。保羅喺比西底安提亞傳道，又對眾人說：凡信他的都得稱義了，現在式，免去一切罪。彼得喺哥尼流家裏傳道，所有先知都為他作見證，藉着佢嘅名向你哋宣講罪得赦免。現在式，我哋現在已經罪得赦免。罪得赦免並唔係未來嘅事。有啲人會教導說，呢啲事冇人知道，嗰個係出於魔鬼嘅。上帝要你哋知道，呢個係經上有記載嘅，使你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有啲人教導說，你必須願意先能夠繼續得救。呢個係無稽之談。一旦你得救，你就得着永生。不然點樣永生呢？如果你犯罪，就會失去永生。咁乜嘢係罪呢？下一個問題，佢總係讓你感到不安。唔係，我知道耶穌講過，冇人能夠將信徒從天父手中奪去，但信徒自己可以跳出去。你知道呢個聽起嚟有幾咁愚蠢嗎？你知道呢個聽起嚟有幾咁愚蠢嗎？咁樣就好似係話上帝張開雙手說：哦，我冇睇到你跳出去，發生得太快。當你仲係個罪人嘅時候，你能夠跳出罪人嘅船，變成一個聖人嗎？當你仲係罪人嘅時候，你能夠跳出罪人嘅身份嗎？你憑乜嘢認為你能夠跳出聖人嘅身份呢？呢個係你自己選擇。當你接受基督，你就得救進入永生。而家為時已晚。當亞當犯罪嘅時候，我哋講咁樣唔公平，但為時已晚。係亞當犯咗罪，我唔能夠翻去叫佢唔好犯罪。佢嘅罪使我哋都成為咗罪人，但基督嘅順服使我哋成為咗義人啊！
Amen， 你永遠都係公義嘅。呢個唔代表你唔會犯罪，呢個當然唔代表你不需要學習主嘅道，唔需要學習點樣喺生命中榮耀主名。但你嘅位置係唔會改變，你嘅行為可能會改變，但絕對唔好根據你嘅行為嚟判斷你嘅位置，總要用你嘅位置嚟審判你嘅行為。如果你唔肯定自己嘅位置，你又點能夠審判你嘅行為呢？如果我唔知道你愛我，我又點會將我嘅弱點暴露於你面前呢？如果我唔相信你愛我，你覺得我會向你承認我嘅罪嗎？我哋只會對愛我哋嘅人敞開心扉，但你今日所聽見嘅道，無法俾信徒帶來安全感，難怪人們唔願意坦誠自己嘅罪啦。Amen。若要審判你嘅脾氣、你嘅憤怒，唯一嘅方法就係知道自己喺基督裏邊嘅位置係唔會改變，所以要根據你嘅位置嚟審判你嘅行為。講平牧師，呢個唔係你，你係王子，你係上帝嘅孩子，你係上帝嘅寵兒，你能夠做得更好。我哋應該咁樣對孩子說話，你要同佢哋講，佢哋能夠做得更加好。換句話講，你要透過佢哋嘅身份嚟判斷佢哋嘅行為，好讓佢哋覺得你對佢哋嘅責罵係出於愛佢哋。而家係咩時候呢？係上帝聆聽你嘅時刻，幫助你嘅時刻。曾經有段時間猶太人話，如果你喺 Yom Kippur 嘅某個時間禱告承認所有嘅罪，上帝就會醫治你。如果你想要上帝嘅幫助，佢就會幫助你。保羅話唔係，我哋而家正蒙上帝嘅聆聽。而家當你禱告，上帝就聆聽，上帝就會幫助你。你需要點樣嘅幫助？即時嘅幫助，上帝就會幫助你。你明白嗎？猶太人甚至相信有一個特定嘅禱告良神。你聽過禱告良神嗎？事實上，當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，門徒們仍然會往聖殿去，唔係因為佢哋遵守律法，佢哋都知道真理，而係因為猶太人都聚集喺嗰度，所以喺禱告良神向佢哋講道係最好嘅時機，因為佢哋都聚集喺嗰度。你知道禱告良神係乜嘢嗎？睇睇呢度《使徒行傳》3章。我而家要慢慢講啦，你哋有所學習啊，你哋有蒙福嘛？對你身邊嘅妻子、配偶同朋友講：天啊，今年充滿咗福樂。Amen， 大聲講福樂，生命。Amen， 唔係死亡，亦都唔係邪惡，唔係死亡與邪惡，而係生命與福樂。我好中意生命和福樂，生命同福樂，你知道嗎？生命一詞喺希伯來文中係複數 Kayim， 當中有一個 Yim 係複數 S 嘅意思。希伯來文中嘅生命總係寫成複數。咧 Kayim 呢個係佢哋舉杯祝酒嘅時候會講嘅説話，佢哋話咧 Kayim 敬生命，但大多數時候死亡係寫成單數。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我哋有豐富嘅生命，各樣嘅生命，永恆嘅生命，上帝嘅生命。有一年，人們發現猶太人，即係現代嘅以色列人，佢哋擁有最多嘅健康人口。於是佢哋去調查當中嘅原因，佢哋認為可能係因為猶太食品，但佢哋發現並唔係每個人都食猶太食品。佢哋認為可能猶太人經常運動，但其實你可以從大部分人嘅身形睇得出。佢哋問到底係咩原因呢？奇妙嘅係 ，Alright， 不信上帝嘅科學家說，佢哋身上有某一種特質，佢哋總係喺安息日聚埋一齊，佢哋總係話敬生命 Mekan， 佢哋不斷述說生命，可能就係呢個原因。我認為呢個就係原因，生與死嘅權柄，生與死都在舌頭的權下，敬生命，敬生命。仲有福樂 ，Amen。OK， 等我結束。在禱告的時候，即第9個時辰，彼得和約翰上聖殿去。仔細聽清楚，第9個時辰就係喺下午3點嘅時候。OK， 而家望住我，想像呢一度有一個時鐘，佢被分成4份。OK， 分成4份。請留意。Alright， 係咁樣劃分。最下面係6點鐘，第3個時辰就係早上9點，第6個時辰係12點。OK， 仲有3個小時，第9個時辰係下午3點。所以呢一度話係下午3點，呢個係猶太人禱告嘅時間，甚至喺舊約中亦都係咁。佢哋會喺嗰個時候去聖殿裏邊禱告。我唔係嘲笑，我只係想話俾你知，
保羅講嘅係今日，基督已經為我哋成就呢一切，唔需要再有猶太人嘅禱告時間。記得嘛？喺撒迦利亞書裏邊，施洗約翰嘅父親喺裏邊焚香嘅時候，人們聚集喺外邊，嗰個係禱告嘅時間。你明白我意思嘛？今日呢一種情況不復存在啦。現在你可以隨時禱告 ，Amen。我們要藉着耶穌常常把頌讚的祭品獻給上帝，不停地禱告 ，Amen。Alright， 你知道發生乜嘢事嗎？有一個瘸腿嘅人蒙上帝醫治啦。等我俾你睇另一段經文，第10章哥尼流。Alright， 他是一個敬虔的人，是意大利營的百夫長，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。估下佢從邊度學會禱告呢？從猶太人嗰度。Alright， 佢住在猶太國家該撒利亞，佢學會咗禱告。聖經說，他常常向上帝禱告。經文講嘅常常係咩意思呢？每天早上9點同下午3點都係禱告嘅時間。佢哋相信上帝喺嗰時會傾聽佢哋嘅禱告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早上9點第一隻羔羊喺聖殿裏邊被殺，下午3點第二隻羔羊喺聖殿裏邊被殺，所以佢哋相信當羔羊流血嘅時候，佢哋嘅罪就會能夠被血遮蓋。仲有嗰個香，嗰個純潔羔羊嘅馨香，帶着佢哋嘅禱告嚟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會聽見並回應佢哋嘅禱告。跟到我嘛 ？OK， 請留意。Alright， 第3節有一天，大約第9個時辰，他在異象中清清楚楚看見上帝的一位天使來到他那裏。天使點解剛好係3點嚟到？係因為佢喺度觀察嘛？唔係，因為嗰時佢正在禱告。天使喺佢禱告嘅時候嚟到，跟到我嘛？我到底想講乜嘢呢？我想同你講發生嘅一件事，改變咗時間。你知道點解嘛？因為當耶穌被釘喺十架上面嘅時候，當佢哋釘死佢嘅時候，馬可福音15章說，他們釘他十字架的時候是在第3個時辰。記得嗰個鐘嘛？第3個時辰係幾點？早上6點、9點。第3個時辰係早上9點。佢哋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佢哋釘死耶穌嘅地方，記住係摩利亞山、各各他山。各各他亦都喺同一個山脊上面，摩利亞山嘅最高處。當佢哋將第一顆釘入耶穌嘅身上嘅時候，佢哋聽見殿裏邊嘅號聲，亦都就係話佢哋殺死咗第一隻羔羊。佢係正在實現呢一啲預表。想像一下，第一顆釘子釘入去嘅時候，砰！然後呼號角嘅聲音，然後佢哋再釘，號角嘅聲音又再吹響啊！佢哋又釘，號角又吹響。我相信連羅馬士兵都喺度諗，會唔會太巧合呢？阿們。喺馬太福音27章，從第6個時辰，即係幾點啊？從第6到第9個時辰，下午3點，遍地都黑暗了。最近我睇咗國家地理頻道嘅節目，談論到奇妙嘅發明同埋工程。古代中國嘅高超技藝，我諗有啲人都會睇過呢個節目。中國係最早發明火藥嘅國家，中國係最早發明時鐘嘅國家。但喺中國歷史上，中國人亦都記載到喺基督被釘十架嘅時候，佢哋唔知點解喺歷史書上寫到正午嘅日食持續咗3小時，有3個小時嘅黑暗，太陽拒絕照耀，因為兒子被釘在十架上。我同你講，幾年前我同牧師團隊去咗撒瑪利亞，撒瑪利亞嘅大祭司睇見我哋，佢就話：你哋嚟我屋企啦。於是我哋就去啦。我哋去咗佢屋企，佢開始俾我哋睇嗰啲古老嘅手稿，係撒瑪利亞嘅大祭司所寫嘅。然後佢講咗一非常深刻嘅説話，佢話每年佢哋仍然會喺逾越節獻祭，就係喺撒瑪利亞嘅嗰座山上面。山上能夠俯視示劍呢個地方，佢哋而家仍然咁做。唔好忘記呢位撒瑪利亞大祭司唔相信耶穌，但佢相信舊約，佢嚴謹遵守，比猶太人更嚴謹。因為好多猶太人都現代化啦，佢哋翻到以色列。呢位撒瑪利亞大祭司說：每到逾越節，我哋都會將羊羔放進地裏邊嘅一個洞。佢哋俾我哋睇嗰個洞，記得嘛？
佢哋將羊羔放進去，然後蓋上蓋子嚟到烤羊肉。你估下要幾耐？3個小時。羔羊喺黑暗中，我哋喺度諗，哇！上帝嘅羔羊喺嗰度掛咗3個小時。當佢喺夜裏出生嘅時候，午夜變成咗正午。天使佈滿咗天空，說榮耀歸於上帝，唱着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當佢被釘喺十架上面嘅時候，中午變成咗午夜，咁樣你同我就能夠常常行在光明中。Amen，弟兄姊妹，讚美主。嚟，弟兄姊妹，喺第9個時辰，大約第9個時辰，就喺第9個時辰3點之前，耶穌大聲呼叫，佢最後嘅呼叫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以利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利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為咗要我哋能夠呼叫父啊父啊，你為什麼賜福與我？佢喺第9個時辰死去，正係下午3點，佢死去啦，放棄咗靈。經常說佢死嘅嗰一刻，百夫長經歷咗一件事。聖經說百夫長睇見咗地震，單止咁，聖殿裏邊仲吹響咗號角，準備好下一隻要獻祭嘅羔羊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聖經說以利亞等候時機。當以利亞叫火從天上降下來嘅時候，以利亞讓所有嘅仇敵同巴力嘅祭司先嘗試召喚佢哋嘅神，叫火降下。用火回應嘅就係上帝。巴力嘅祭司盡咗最大嘅努力，冇火降下來。最後列王記上記着，到了獻晚祭的時候係幾點？下午3點。火來到，佢禱告，火就來到。佢知道幾時應該禱告。而家留意，呢個係舊約嘅記載。我想講嘅係今日，我哋唔需要等到下午3點。事實上，如果你想守律法，你應該喺晚上9點禱告，因為時差關係，以色列係慢6個鐘。All right， 你知道嘛？大多數人喺晚上9點食飯，我哋再冇時間限制。聽住，佢嘅意思係，禱告之所以蒙應允，上帝之所以聆聽我哋之所以得到幫助，我哋嘅禱告之所以得到回應，我哋唔似嗰啲異教徒咁樣禱告後乜都冇發生，我哋禱告上帝就聆聽我哋禱告上帝就幫助我哋。原因係而家係蒙悅納嘅時候，而家上帝聆聽我哋，幫助我哋之所以能夠得着呢一啲，全部係基於已完成嘅工作，基於耶穌基督。嚟啊，弟兄姊妹一同站立，哈利路亞，嚟讚美佢，大聲講出嚟，生命，大聲講福樂。Amen， 一齊高舉雙手。有幾多人希望喺今年睇到生命同福樂呢？唔好忘記上帝嘅話語，而家就喺你嘅身邊，而家離你好近，嚟啊，就喺你身邊，喺你嘴裏邊，喺你心裏邊。喺今年大聲呼喊，生命同福樂臨到我同我嘅家人，生命、健康、福樂臨到我，臨到呢個教會，生命、福樂，因着耶穌，感謝主，讚美佢，哈利路亞 ，Amen。一齊高舉雙手，願主賜福與你，願主保守你，願主嘅臉光照你，以恩慈待你，願主倘念垂顧你，奉耶穌嘅名賜予你平安。大家一齊講 Amen， 願上帝賜福與你。感謝你收睇今集平日新牧師嘅廣播。